大家好，我係史利生。對上一次呢係5月20號中午大概11點幾，恒生指數呢25,290點嘅時候呢，曾經喺度呢同大家呢係見面，同埋呢作出一個預測嘅。咁當時我係預測個市係跌啦，同埋會係跌低過250天線啦。好啦，咁個恒生指數呢已經係呢跌破咗250天線啦。咁啊，今日最低嚟講咧，恒生指數咧大概咧係個低位大概係24,100幾點啦。咁啊，成交只係得600幾億。咁啊，聽日係期指嘅結算。咁我覺得個市跌到呢個水平咧，我覺得差唔多啊，亦都係我哋嘗試去買翻一啲股票嘅時候啊，記住啊，盡可能買股票啊，千祈唔好啊手多去掂啲輪啊，一啲輪咧實在咧。100隻裏邊咧，公平嘅咧，暫時我見到嘅都係比較少。我真係好希望香港喺呢方面咧，能夠大提升啲輪商莊家嘅操守。呢個咧，我真係希望能夠輪商能夠喺呢方面咧，為即係嘅操守能夠改善到啦。但係暫時我見到得好渺茫。好傷心喺呢方面嘅嘢，因為最近見到一個朋友咧喺個輪場做輪方面咧，即係呢段跌市，佢聽我講喺25,600嗰度做咗啲輪跌落嚟，咁跌到24,800，諗住睇撳一撳個機，諗住就賺，實有錢賺啦！5日跌咗800點恒生指數，點解睇翻？哇，計埋手續費仲要蝕水。相反，我哋走去做 option 嚟講咧，同時間做。5日跌到去24,800，我哋已經賺咗成2倍，咁所以好痛心嘅呢件事嚟講。咁估唔到咁耐，輪商喺呢方面都冇改進到，建立個市場唔容易嘅，真係，即係大家應該朝一個雙贏嘅局面，咁呢個市場先做得起，做大做強起來。好嘅，講翻個市方面咧，我覺得跌到呢個水平差唔多到。第一睇翻油價啦，昨晚開始就有回落嘅跡象，咁可能咧亦都會俾個市有機會咧作為一個反彈或者回升嘅藉口。其次嚟講咧，睇翻 A 股市場咧，我見到咧 A 股嘅上升裂口咧守得到，落唔到。今日 A 股回升咧，我個人猜佢咧就係話咧喺形態方面咧，我見到上海 A 股嘅走勢圖咧跌到3,500點差唔多到啦。今日回升翻，我估計 A 股咧。有機會喺未來咧為港股增添一個上升嘅動力喺度。聽日係期指結算啦，大行咧就唱淡中移動啦，令到大市急跌落嚟啦。一路都係沽緊嘅中移動啊、匯豐壓住個市啦，想撳低個結算價啦。當然佢哋梗係對佢個倉位同埋衍生工具嗰方面有利，作出呢方面嘅部署。今日我見到中移動咧喺美市嘅時候咧，亦都有啲反彈嘅力量啦。我相信喺呢個水平嚟講咧，有一定嘅承托會開始。我亦都覺得中移動呢啲股份咧，佢撳咧唔會撳得長時間嘅。我相信喺 A 股回穩底下咧，最終會有力量出嚟抗衡外資呢個唱淡個淡風嘅。亦都呢個市由26,000幾啦。跌到而家24,000邊，因為24,000咧都係一個重要嘅支持關口嚟嘅，所以嚟到呢個水平咧，我覺得個值博率相對地咧係提升咗。今輯嚟講咧，我建議大家咧應該係趁低吸啦。另外咧，大家留意下有隻咧，譬如話國泰啦，國泰係受到油價上升底下咧，咁亦都俾美林唱淡跌咗落嚟啊。但係我見到佢咧喺15蚊守穩啦，今日開始收到最高位，成交量係增大咗。我相信嚟講咧，就隻飛機開始起飛翻咧，我諗對個市嚟講咧，或者係短期可能油價要歇一歇啦。雖然我覺得油價咧個頂仲未，我估油價個頂仲後市仲會有機會出高位嘅。但係短期有可能咧個油市方面咧要調整下，因為近期都升得好急，調整完先至再上啦。趁住油價嘅調整嘅話咧，股市可能有個喘息機會咧會做翻好啲。另外嚟緊嘅咧，將係中國嘅奧運會啦。呢個都係值得大家關注。我相信國內嚟講咧，點都喺奧運前咧，唔會俾個市跌得太差。另外國內都需要嚟到刺激翻個內需啦。同埋嚟講，近期發生國內好多啲不愉快嘅，例如雪災啊、地震啊、
等等嘅事件底下咧，我相信咧個股票市場方面咧點都好咧都要托住㗎。